迄是伊的名嘛是日本名，叫做西莫里，嘿，西莫里，啊，真较少看到，所以即届嘛有帮大家准备安尼，嘿，啊，伊就是两块饼交开。这3关吼，这边43221嘛吼，来个等。有弧度，啊边啊，咱就用细草啊丝。像即马少年人，伊会摕这接受的，无就是等下咱会做迄种罐头塔，当做送朋友的生日礼物。啊，所以大部分博览会其实想要办，就是因为讲，想讲青少年朋友伊敢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伫伊的生活内底是接触到台语，也是讲台语这个物件。真侪人拢讲咱台语是有音无字，但是你敢知影，咱台湾第一份的报纸是用啥款语言写的呢？是1885年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用台语的罗马字所写的。这款文字叫做是白话字，啊，这份报纸嘛收真侪用台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哦。这毋但是咱台湾第一份的报纸，更加是台湾白话文学的早春。然后，伫1920年代开始出版台湾的散文甲小说。1950年代咧开始有台语电影的出现。但即马，却愈来愈罕咧听到少年人会讲台语。伫2019年，伫高雄有一群爱好台语的少年家，伫11月办1个月台文博览会，啊，办活动的人甲来参加的人全部用台语，就是希望台语会当伫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评文、润电甲心电哦，这3个分3个工课。啊，因为这场较特别是迄个，因为咱刊物还袂印好，所以尾后有一个是爱负责确认因的寄送的资料。遮做老热，过去是高雄哦，打到上老热的所在盐埕埔。啊，过去遮有一撮巷啊，叫做大高顶。啊，所以咱等下去做一寡无共款的体验甲小解。伫高雄盐埕埔，今日有一场行大的活动，打到台语开讲社的社长吴家明，要带大家参观大高顶，用台语写菜市。迄是伊的名嘛是日本名，叫做西莫里，嘿，西莫里，啊，真较少看到，所以即届嘛有帮大家准备安尼，嘿，啊，伊就是两块饼交开的，啊，伊就中有迄个果子酱，柑仔的果子酱安尼。哎，我拢做古早味的啦，所以有咧人家介心识我，伊拢讲，哎呀，阮前应该吼几岁就来甲恁买芳呢，啊，拢买这吼，我找足久拢找无，搁倒来遮甲恁看，还搁有咧做，就足欢喜的啊。用台语吼，这原本伫遮在地语言，熟悉咱在地的文化，吼，甲伊过去的行业，你会使看到迄个物，讲到迄个物件的名称，也是迄个动作的时阵，这是学一个语言上好上自然的方式。上是迄个厝边隔壁的。大高顶真侪店头徛店拢毋拿50档，而且有人卖芳，有做馒头的，嘛有做衫卖柳啊。要了解在地的老产业，用台语才着味。啊，所以变做迄阵家当做起来时阵，就全部一直保留，一直保留。所以我小学3年下课倒来厝，第一件代志毋是写功课，是保留。一天拢爱包可能3000粒、4000粒，就是坐伫遐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学姐，我问一下，你较爱写功课还是较爱保留？我较爱保留包完，阮爸爸带我去买糖啊。店的物件就是主要就是服装材料，嘿，服装材料就是讲，咱对你去布店买一块布，一直到这块布做好变一件衫，穿伫你的身上，中需要这的材料。这样子也先用手起，刚有一个感觉，嘿，好。台文博览会总共有安排4场的行搭啊，包含我家己嘛有带一场。啊，所以我家己嘛会来盐埕大高顶遮
去熟悉遮的人，甲遮的故事、遮的历史安尼。安尼遮就是我带人来的时候，你敢有较推荐讲要互因试看卖食倒一项安尼？就像这啦，这种的吼，即马是还阁足侪人咧买。台文博览会是高雄济台语社团招人做伙办的。除了要创造台语环境，阁有一项正重要的代志，就是让大家了解台语的文字。这个写金嘛？金嘛？啊？金呐？金呐？其实伊是要写迄个金嘛，金仔鸡、金仔店的金嘛。语言若无文字的记录，就是伊可能会流失一寡，就是较珍贵的物件。所以阮伫咧活动内底，就是会尽量，甲阮设计，譬如讲讲座啊，是讲行搭结合讲，伫即个过程中，互人熟悉台文即个物件。路旁先差不多说几头前前啦吼，放多的就是顶啦吼，放多其实较早放多就是富水嘛吼，这人想来定对个。因用安尼来或者是吼无一定。伊这应该爱有人去开课啦。你讲放到底面路公司是你讲活人去救惨伊，还是讲死人？应该是咧救惨人啊。阮遮是高雄市第一社区大学。拢是暗时咧开课，所以真侪咱市民大家吼有兴趣啊，就来遮吼选课程来学习吼。像即个台语的课，阮遮嘛介侪吼。上有名的就是即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即日头部伊啊转来，也无甲时字纸。伊教伊安尼写就是安尼啊，伊教伊写就是会啊。你嘛罗马字，你会啊就是会啊，会啊就是会啊。所以教伊写就是会啊。其实我会找来遮的原因，就是讲我想要找一个会使全部拢使用台语的所在，会使做伙读台文册的所在。混混倒伫涂骹，无啦，伊是写混混倒伫涂骹。2016年成立的打狗台语开讲社，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的社团。大家来遮读台语册，嘛会办讲座，讲囡仔故。我的台语老师嘛是伫这个社台教我，伊是张浩珠医生。了后呢，伊开这课，传互阮嘛是读写足重视的。听的人家写起来，就开始。台语的使用人口较侪侪岁人，这个现象是语言流失无活力的指标，所以嘛正做办这届活动正重要的动机。设计的方式就是恁大概看得到，就是差不多一半拢是图啦。因为这设计的方式就是要互少年仔看的。高雄其实有5个台文读册会，你若长期接触就是台文相关的社团啊，还是讲读册会，你会发现讲少年朋友其实足少。台文博览会其实想要办，就是因为讲想讲，青少年朋友伊敢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伫伊的生活内底是接触到台语，也是讲台文这个物件。台语爱继续生传落去。所以，一群少年家伫网络募资办头一届的台文博览会，要让大家看到台语的未来，嘛要甲台文跳转来。就是百货行，这是因真算是无咧，就是彼个爸爸开的啦。礼仪社是因囝，嘿，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感觉是一个真趣味故事。伊咧转型的时候，甲因是大人的物件，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伫传落去安尼，嘿。其实是安那，咱会去找遮的老师傅、老行业，过去的一寡传统的文化，其实因就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拢是用台语的，咱就是透过这个机会来认捌过去其实活跳跳的一寡用语啊、用词啊，还是讲伊生活语言，变做讲咱即摆现代的青少年朋友会使用一个轻松的方式来接触。
吼，两粒。你看我手势这刻咧，毋是讲凊彩刻，一定要刻安尼较会按，你无你愈来愈去，袂当固定。面这三关，吼，这咱4、3、2、2、1嘛，吼，来个等。有弧度，啊边啊，咱就是要细草啊丝。这种是叫翕书用，伊的名叫做寿桃塔，寿桃寿米塔。伊一边会用做寿米，一边用做寿塔。哎，啊若赛车安那念拢无恁兜的代志啊，哎，啊行路无，迄恁嘛恁兜的代志啊。其实罐头塔上常常出现的，就是亡者的人情。其实伊的使用的意义来讲的话，伊是一种祭品的表示。以后恁若要念这，咱要送礼送啥拢可以啊。像即马少年人，伊会摕这接受的，无就是等下咱会做的迄种罐头塔，当做送朋友的生日礼物。你像韩国，因就是流行用罐头塔去做送给家人去接受的。呀，你这个客，你一手客啦。啊，你即马这念的先才试。试来无？啊，啥接到中，接中，安尼这个胶带还袂脱哩。我伫台南做工课时阵，我有买过用面线做的猪，有用面线做的牛。可是我想讲，早古锥哪会使家己做罐头塔的？然后我想讲，本来是想讲，我要来做一个蛋糕，然后算黑白做一个避荡秋千，就是安尼。啊，牛做好耍的，遮做好耍的，而且老师就是专程用台语讲，虽然有一点我听无，啊，牛嘛是做好耍的。哎，小宽，你今日是为屏东徛？系啊，徛到摆个转正。哦，辛苦啊！我听讲你是第一届带这个行达，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啥物较趣味的故事，会使甲阮分享的无？哦，趣味的故事就是讲，即届会带大家去熟悉遮的一寡店头，啊，会邀请遮阿姨阿伯来讲因的代志安尼，譬如讲较早大高顶这个所在有外劳力啦，巷仔看过拢是。刚看就头咧叮当安尼，也是讲，入会无偌久啊，开店就拢烧了。啊，我家己是感觉讲，就是邀请阿姨阿伯来甲遮参加的人，就是开讲有一个互动，会晓互大家讲入介自然的环境内底去听台语、讲台语，啊用台语来生活，算是一个小小的体验。所以进前你生活当中嘛，常常使用台语哦。较早拢是伫厝里较多。哎，小宽，咱遮坐好啊。好。来，我听讲你台语是后来渐渐讲转来的，对无？对，嘿。虽然较早厝内是讲台语啦，不过因为大汉伫外口读册啊、做工课拢是华语的环境，啊，所以后来拄好有机会就过去学啊。这个学的过程，你敢有啥物困难？你敢是？安怎克服？就是伫生活当中坚持讲台语这样代志，因为较早拢是用华语生活嘛，啊，介侪物件，敢若晓用华语讲，也是讲甲朋友嘛拢讲华语，变做你爱搁重新去学，啊，甲朋友讲话的时阵嘛，搁爱搁调整，啊，有的人会当接受，啊，有的人可能我会感觉难摇，啊，这个过程当中爱搁有一寡沟通。咱遐去看卖好。好，所以小宽，你迄天就是甲大家介绍这条街哦。嘿，啊，不只是还搁过搁有嘿。哦。每家先开始。你看，你做一个少年的台语人啦，你对台语的未来有啥物款的期待啊？当然是希望讲这个语言伊会使发展那样正常，啊，生团嘛会使正常。啊，所以希望讲会当有愈来愈侪人来讲台语、写台文，啊嘛会使，不管就算讲无语，毋是台语的人，嘛会使对这个语言有一寡基本正确的了解，袂去误会讲伊是一个无水准啊、无价值，是讲无本事的物件。啊，所以希望会当
愈来愈多人才会来讲啊，甲用文字甲家己的语言记录落来。陆小姐，伊两个其中爱倒一个？电影来讲，对大家来讲就是轻松嘛，伊会使伊其实若有台语能力的人来看这出电影，其实是无需要看字幕的。啊，毋过若有台语字幕这个物件，伊其实就会使知影讲，因就会使注意到开始注意到，台语伊可能是有文意是安怎写的，啊，因就会使去偷偷去学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量若济，大家就会偷偷惯习。啊，阮等下主要要放台语电影，阮这出电影叫做《大剑梅花鹿》，啊，伊主要是一寡人，伊伫60年代台语片黄金时代，伊穿一寡动物装，啊，就扮演做梅花鹿。今仔你是网络顶发买票？对。啊，你的名是？等会帮我切花。今仔日就是介特别吼，伫即个咖啡店的时候吼，做即个电影的放送。你看即个病吼，就是甲外口的野蛋共款，吼有迄个 feel 啊。吼，安尼体验一下啦，无共的气味啦吼。国家电影中心收录的《大劫玫瑰鹿》是1961年用囡仔歌改编的台语电影。台文普兰杯家己配台文字幕，改变因过看字幕的习惯。电影来讲，对大家来讲就是轻松嘛，伊会使伊其实若有台语能力的人来看这出电影，其实是无需要看字幕的。陆小姐，伊两个其中爱倒一个？啊，毋过若有台语字幕这个物件，伊其实就会使知影讲，因就会使注意到开始注意到，台语伊可能是有文意是安怎写的，啊，因就会使去偷偷去学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量若济，大家就会偷偷惯习。多谢啊！阁有人想要分享者？我拄仔看了感想是，我感觉这名应该，这片名应该改，叫大劫山油公公。因为这两只是会龙啊，梅花鹿伊一只就整袂开。嘿，恁咧写迄个罗马字的时阵就清楚，会当甲迄个腔口写落。啊，你若是写做迄个啥物汉字的去吼体，你可能就无法度感受到迄个字的音，字的音是安怎。所以我有注意到恁咧处理这字幕的时阵。其实我处理做有咯。60年代的片可能伊拢有伊想要传达的一寡思想，像两个女性的角色，可能像乌丽姐，还是讲一个陆小姐，啊，可能就是用英雄，拢是可能是伊个查甫的角色来扮演安尼，啊有即种绝对，敢若有迄种绝对的好歹。国家电影中心自2013年开始做台语片的数位修复，早期的片仔久来会酸化扬起。中心甲珍贵的片仔收起来，就经过清洁整理才通修复。经过接点的时候，事实上会需要详细做一个很细致的一个检查。那它如果有遇到残胶的话，它就会用我们的一个清洁药水，把齿孔上面的一个残胶做清洁。本中心有2种数位修复，第一个是影像上的数位修复，一个是声音上的数位修复。换镜头处都有用胶水接头，所以它会晃动，然后我们就会去调整它的晃动的程度。
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有一些很明显的脏点，大概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会参考前后格，然后去把这个脏点移除掉。所以我们每年至少一定会挑2到3部去做修复，所以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中心修复的台语片目前其实还不算很多，可是至少我们都有在每年的修复片单上。一开始是经大家有可能较爱看的，而且类型有较多元的，有较侪，包括着武侠片，也有唱歌的片、文学的唱歌的片。也有即个较古锥的大侠梅花鹿，这是敢若讲囡仔咧看的迄种童话故事片。好，对啊哈。来叫，我来一次抗议。以早对即个著作权或者是版权的概念，其实无遐尼清楚，所以讲，不管是泰山啦，或者007啦，这咱台语片拢有。台语因过是社会通用的语言，1950至60年代是台语片上兴的年代，因为这波刺激带动真侪对电影有梦想的人，创作出台语片5花10色的电影世界。演过咱拢知影讲大侠梅花鹿，因为这感觉这哪会足趣味，以前的人哪会遮有想法，哪会甲人穿这个穿这鹿仔衫吼，去山地内底走来走去。其实泰山宝藏嘛是台语片一个足有创意的表现。小姐，你遐尼水，唔知用我做模咧录也袂？你叫做啥物名啊？哎，我叫做少兰。先生，你叫做莫咧录。你真水啦！安尼互我甲你围堵起来，叫做莫咧录啦。事实上，早期的台语片的影像，不论是台语片或者是剧情华语片，事实上都是台湾的一个历史。那我们既然针对台湾的历史，可以把它再次呈现在现在的观众眼前来做这件事的话，事实上，这个其实也是电影中心的一个使命。社长，即届恁阁有专工放一出台语电影，叫做《大侠梅花鹿》，只是台语片嘛袂少啦，哪会专工要放一出？因为阮基本上规划当的设计就是想要有全台语的环境啦，包括讲电影嘛是，不过其实吼，你要即马现出是较新的电影你要找，全部拢讲台语的，其实已经无法度啊。不过其实过去台语电影有一段时间是有足侪片的产量嘛算足侪啦。大家梅花鹿就是差不多迄个时间点出来的迄个电影啦。经这出电影嘛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伊。就算为即马青少年朋友来看，伊嘛是感觉笑亏啦，就是基本上内底就是一群人会穿动物的衫，奇奇怪怪的模样，去搬一寡即种较8点档的迄种剧情的戏出啊，所以即马人看了青少年朋友其实看了嘛，感觉是毋是趣味安尼。这电影开始真笑亏。对。小张遮坐好啊。我看恁放电影的时阵，迄个字幕是放台文的字幕，这会使讲是一种文言一致的感觉。现场的观众伊的反应是啥款？其实现场的反应拢真好。其实这嘛是主要咱即个台文博览会主要要设计一个目的，就是伊咧看这出电影，伊若感觉趣味感觉
看起来好看，啊，伊听声音其实听有，会使透过就是文字的部分吼，哪看哪听哪看，啊顺线会使去认捌这个文字。啊，再来就是讲内底吼有一寡无共款的腔口啊，内底迄演员其实讲话方式的腔口是甲伊无共款的，伊会使透过字幕顶挂嘛有写罗马字，就看会出讲完全是无共，而且是安怎读的，吼伊就拢知影。所以其实透过文字电脑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去认捌台语。啊，你头到上啥物课？拄啊上迄个比较政府甲政治。台语、甲法语、甲英语也是，其实不管啥物语言，对我来讲拢是，我袂感觉讲哦，倒一个语言较高级，倒一个语言较低落。啊，台语嘛有伊家己的特色，亲像台语是个有声调的语言，所以咱讲话就会亲像咧唱歌共款。啊，恁等下要讲啥？恁，你的意思是讲？恁，包括足侪人的意思吗？高早。台湾博览会的发起人吴家明，本业是科技公司的员工，伊毋但做线顶字典、台文输入法，嘛用其他科技技术来学台语。台语其实是一个，就是用台语查华语的词典，大家当就是输入一个华语，真做加会有一个火上加油，咱试来看华语的火上加油，台湾话要安怎讲？向茶提灰的，听到伊讲向茶提灰的，咱就知哦，这罗马字是这个意思，汉字是这个意思。台语其实是一个大众的词典，就亲像 Wiki 共款，大家拢会当家己对应的家己的想法放入去面顶。当初是一个目标，就是讲要互台语的新词更较紧的产生出来。还款咖啡水。这间公司其实即马主要咧做的是迄个台语的语音辨识，甲语音学习。一回爱倒一个讲。其实即马因为咱即届的迄个台湾博览会内底，就是有特别办一个大家每回录这个电影的放送。即届电影的放送内底，其实就是运用到即个语音辨识的技术。阮头拄产生迄个SRT 档，就是。伊本身就是有时间的功能，会当甲影片直接搁做伙。咱只用专用的软体放影片的软体，甲因倒回开开，其实字幕就会自动走去入面顶。这台语的科技，我嘛是感觉讲，做这敢若最有趣味，而且是讲，爱把这台语的科技做久长，大家就是爱专心咧做，专职咧做，所以阮就是甲文理开始写一团，然后开始做一寡。有兴趣的优质，然后再回来拍片。用 Rime 内底的输入法方式去测啦。奇怪的测换方式嘛。就是迄个。伊会当有一个选单，面顶就会当换。你头到上啥物课？拄啊上迄个比较政府甲政治。你是要去我今日搁爱报告咧。你报告了安怎？我感觉准备也袂歹啊。有人用科技推广台语，嘛有学生家己招朋友做伙讲台语。新城是台湾博览会的志工，即马当时青春的大学生。恁等下要讲啥？恁，你的意思是讲？恁，包括足侪人的意思吗？你先是讲你好，你我要下面做去食饭哦。无啊。我等下要等去我宿舍要家己煮。你最近拢搁家己煮？对，我最近家己煮，因为我无想要出来。因为我是丢了教会大汉的，所以我知影有白话字这个物件。看搁较侪物件，就发现讲，原来台语的学问真正是足大，有足侪我也袂了解的，所以就渐渐对这个语言就搁较有兴趣。就是我之前有参加吴白凤的演讲，因讲迄8点钟其实语言毋是真正的上大问题，你爱背迄剧本背足紧的。台语、甲法语、甲英语也是，其实不管啥物语言，对
对我来讲，拢是我袂感觉讲哦，倒一个语言较高级，倒一个语言较低落。啊，台语嘛有伊家己的特色，亲像台语是个有声调的语言，所以咱讲话就会亲像咧唱歌共款。韩公会来啊！哦，榨菜哦。今日干啥？咖啡笋。哦，恁遮是来我开店停车的。你是塞车来是吗？我桥倒摆啊。我塞车来，我都无咧嫌啊，你咧嫌。豆腐金针菇，豆腐金针菇蒟蒻，你帮我摕。摕出来了咧，要放盘啊。你无你迄豆腐转波你帮我摕倒起来。要收咧。干嘛？无，因为你拄安尼小看过来有无？安尼动久啊。你内底拢无成。因为兴台语，招朋友做伙练习，逐礼拜暗时拢有定期的开讲会，大家哪食哪讲。迄两字我看着，我想要家念做大数，啊，毋过因讲迄两字爱念做大赛。我查字典拢较是有赛这个音，啊嘛有数这个音。今日是开讲会，啊，这学期逐礼拜二的暗时7点到10点，咱通常就是拢会伫万军，就即位万军因兜，啊，就做伙7点就来，啊，万军会传暗顿，啊，互阮食，啊，咱就会哪讲啊哪开讲，啊，就亲像头早有讲到，倒一个词，亲像 Pokemon Go 爱安怎翻译，啊，就大家就安尼三角来讨论安尼。鸡声某的题，伫台语，伊若毋是鸡，就是哥。啊，若是科，俩无合嘴呢。若是七就会变科。N 变做 N。七就会变。这是我的母语，啊，因为进前政府的关系，政府较早有国语的政策，所以较早伫学校内底是打这个语言的。伫使乎即摆少年仔拢袂晓讲啊，我意识到这件代志了后，我就开始讲哦，我爱更加认真，甲台语甲扣转啊，因为这应该是我本来会晓的。课本先去摕底哦，这种的查某拢好啊。台文博览会志工来自各行各业，大家拢为着台语的未来，伫生活当中实践。其中幸运就是国校的台语老师。今日老师你好，大家好，请坐。多谢老师，请你的目睭看老师，请你的耳仔详细听。其实我做老师已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大学毕业。就陆续一直做台语的代课老师，一直到2年前考到在家的台语正式的老师。这是虾米货？这是米粉炒。米粉炒，这是虾米货？这是老货。拄则伫顶一班无说你这支讲甲歹去，用铁布筋搭起来，看到无？迄个 APP 来请问，什么物件甜不不？看过甜不不？哇赞！讲一下1分，讲啊过甜不不？炒毛毛，炒豆腐炒毛毛。很好，就满2分，再来。今年度开始是一年啊，是12年国教的新的课程嘛，伊规定每一个囡仔拢爱选修一项本土语，看你要闽南语啊，还是要客家语，还是要原住民。你紧甲路名写出来。耶。算就是这样。好，来，确定。没有机会改了，请回座。就是安尼，来，多讲这个字。对，一样是犬，但是发音不一样哦。这是款，哈，这是转。即摆的父母其实台语的程度，不管是台语、原住民语还是客语，因的程度可能拢无法度甲囡仔完全用纯母语的环境来讲话，所以囡仔根本欠缺这个环境。若是讲无搁伫学校加这一节课，等于讲囡仔是完全无接受母语的机会。拢用话讲，做事相西风，做事相西风。因为过去的国语政策，甲几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致使本土语语言环境甲语言能力的流失。政府对2001年开始，伫国校啊教本土语。好来，空本加起来。蚵仔煎加番番麦。
无可能一礼拜学一节课，你的台语就会写叫。英文老师无遮尔厉害，毋过你上了台语课，你至少是欢喜是快乐的，对这个语言是有真好的期待，毋是对伊片想的，感觉伊足粗俗的。所以这个态度是一个足基本的要求。伫即马囡仔，就是学生的普遍来看，确实这个语言是甲因愈来愈脱离啊。所以我感觉，台语可能有一天会渐渐消失，不过咱拢希望这天会使，互伊较慢来。因为教育本地就是一个久久长长的代志，对。不过咱无做，永远都袂看到有啥物结果。所以伫教学过程中，我一直感觉，若是会使互囡仔教伊台语，这就是我这个教学上意义的工课。兴文，你毕业了后就做台语的老师，啊，当初是啥哪会有这款想法要做台语的老师？就是我家己本身是师范大学毕业，搁是读台语系，所以做理所当然就想讲，毕业了后就是要做一个台语的老师。不过一开始其实无遮尔简单，伫台湾台语老师的课名额也足少的，所以讲一开始嘛无遮尔顺利，就会使做台语老师。不过家己反省家己想讲，我家己个人上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把台语继续保存落去。所以尾啊，就希望真做一个台语老师，甲我家己心中的这个价值会使继续感染，互每一个学生，互因同款对台语有热情。哦，是，我知是安尼哦。系啊。啊，兴文，你做台语老师，甲学生一定真侪人甲你问真侪无共款的台语问题。哦，足多哦。啊，只是你对有人咧讲台语有音无字这件代志，你有啥物款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即马咱国校爱有台语课的存在。伫咱较早，就是因为无台语课，所以咱对台语的知识足欠缺。啊，即马透过台语课，互囡仔了解，咱上课的时阵会使来写台语，啊，要安怎写？会使用汉字甲罗马字。啊，罗马字就是爱透过拼音，咱来教各种无共款的字，会使透过拼音符号甲伊拼出来。所以，就算讲，安尼曲曲曲曲、乒乒乓乓，迄字到底要安怎写？啊，咱足简单用罗马字，就会使把这个音足正确甲伊记落来。啊，若是会使伫台语课会晓这个罗马字甲汉字，你就会使足轻松，把咱台语的每一个文字写落来。是。哇，所以讲教育实在是真重要的。真重要啊！但是就算讲即马国校啊已经会教台文、台语，但是嘛是真侪人咧讲，这文字嘛是看无啊，怎会安尼？咱来想看卖，咱的台语课伫即摆的教育现场是用偌济时间来教？像即摆国校一礼拜一节课就是40分钟尔。咱甲其他科目比起来，国语课是台语课的几落倍。所以咱要学一种语言，要有听讲、读写的能力。啊，要伫遮尔短时间内一节课拢教会晓，其实是足有限，嘛是足困难。对，所以台语课其实是一个对囡仔的启蒙，互伊伫心肝内有一个种子，甲伊种落去，互伊对台语有兴趣，啊对台语有疼惜，啊以后大汉可能就会对台语有更较深的认捌，想要家己去找资料来看。啊，是安怎爱有新的气味，就是因为有无好的印象，也是较青分。啊，若是会使透过办活动，啊，活动内底佫分足侪趣味的，哦，也是讲较新的、较有创意的，豆豆啊，互咱转变对台语，也是对本土语的想法。相信咱会较想要甲伊接近，而且会感觉讲，原来这是一个真水的语言，对。
所以头前三地刷过。三地啊，这边是。伊有一寡顶啊较高啊的。大家好，咱即摆伫盐埕埔的大高顶市仔内底，今仔日办一个台语市仔。头先咱来看这搭因专工为台南落来的，所以咱即摆请因小解一下因的商品，甲因啥要来参加这个活动。阮咧卖物件是手巾啊，甲减速茶啊，啊，搁有一寡台湾的特色的卡片。吼，那这个手巾仔内底吼，这我有设计台文伫内底，譬如讲日头赤爷爷，吼，啊，搁今仔日拜鬼，就是甲台文的元素加入去手巾仔商品内底。哦，互大家人，逐日咧使用的时阵，伊会当看到台文，啊，想到台文。好，安尼咱继续来看后一档，这档是专工为台中落来的哦。伊伫面册看到阮要摆台语市啊，因就甲阮直接讲，因嘛想要来摆搭，所以咱即摆嘛请因来小解一下因的物件。你好，阮是苦柑，这阮头家伊做苦，伊苦真实。啊，阮主要是咧烘咖啡豆仔啊。阮伫咧网络顶悬咧卖，啊，阮敢若卖咖啡豆仔，无卖咖啡，嘛无店面。遮的物件拢是台湾有，别位无的，吼。当然啦，就是嘿，啊，所以伊甲即个特色甲刻出来。台语市仔办伫盐埕第公有菜市，而且有卖米仔，也有刻印仔的体验，要互民众知影家己的名安怎念、安怎写。拢爱出你的外口，对，就是你爱你爱另外一边，因为这等是要留起来。这一个字一个字用。对，一个字一个字用。今仔日阮办这个台语市仔的目的，就是讲，互大家会当人客甲迄个头家拢有会当用台语对话的机会。因的商品内底若是有写台文的，阮一定拢会邀请因来摆。譬如讲有咧卖台语绘本的。这是落去的时阵，都有一个米起来。啊，毋过平常时啊，若是就是顾大啊是安怎的时阵，会当安尼抬杠是足好耍的。啊，毋过通拄仔伫上课的时阵，都会足赶紧的，因为就是爱去看学生的情形，啊，搁爱教有的就是有的刻印仔的技术，对，啊，就头脑就会拍到。麻烦你帮我抽4张，抽了互我就好。第一个是你即马你人的状况是，你即马人的状况是，你敢若是拄着一寡甲人竞争，还是讲就是无欢喜的代志。即马你的状态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这影响到你后壁做决定的时阵一寡心情。有一寡牌仔的名的翻译，应该这算是较困难。因为塔罗伊算是一个较少年的一个物件，所以通常一般伫咧市仔顶悬，大家拢是用华语咧甲做讨论嘛。你要用的时阵，阮这乌的字，阮这乌是要留落来的，对，所以你的刀仔爱较粗，为外口粗的。日本から来ました。日本の神奈川から来ました。今台湾に住んでいて仕事をしている中で。高雄の人はよくタイギを使うので、それに興味があって今回この DIY に参加しました。我是感觉讲即摆的少年人拢会晓讲台语的人无足侪啦，对啊，所以这种活动会使互即摆的少年人拢学讲台语安怎讲啊，互因介意讲台语啊。若是以网络顶悬找拢找无啊？爱讲网络。网络是啥？帮我是帮阿你背的。要办市仔无简单，但是因为想要互更较侪人来了解台语文，普咱会运用多元的活动，甲大家吸引来。你要安怎去吸引khu仔外口的人来参与？第一，就是爱你有这个环境，
第二就是你爱互人知影，啊，所以咱规个活动的设计就是用各种无共款的活动的形式，会使听音乐，会使设市啊，会使听讲座，会使做 DIY， 用各种趣味的方式，互伊较轻松来接触台语甲台语。 热热的市啊，到暗时就正做大家听音乐的所在。劳动服务的成员叶林，下暗要来分享伊喜意的音乐。我今仔会放一歌，就是感觉影响我较侪一个台语创作。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叫林强。咱大家看到这 CD 可能无啥熟悉，那会毋是春风少年遐嘛，毋是向前行。就是林强后来感觉伊无想要做迄种idol。 伊想要做家想要做的物件，啊，所以就去甲胡孝贤导演去帮伊做一寡电影的音乐。安尼，咱先看器材敢有啥物问题？啊，这要送互你的，这是这边台湾波兰柜，这是一个茶啊，对，啊，搁有这个香樟啊，下边后边这。一开始我本来就是伊的歌迷，我甲伊的面册足久啊，毋过拢无讲过话。啊，直到这边要办这个波兰会，我有想要办一个较少年开的 DJ 秀的表演。 啊，是安怎爱有新的气味？就是因为咱搁停留伫较早，也是讲旧的印象，互咱对台语有无好的印象，也是较青分。啊，若是会使透过办活动，啊，活动内底搁分做侪趣味的，哦，也是讲较新的、较有创意的，豆豆啊，互咱转变对台语，也是对本土语的想法。相信咱会较想要甲伊接近，而且会感觉讲原来这是一个真水的语言。 咱做伙来去，来去西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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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个最正常的代志啊！你看，你袂去问讲日本人为啥要用日本话唱歌，你袂讲问美国人为啥你要用英语唱歌。啊，恁台湾人就用台语唱歌，你若是泰雅族，你用泰雅族；你阿美斯，你用阿美斯，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这是最正常的代志，嘛是应该要做的代志。一个月的台文博览会，逐礼拜拢有无同的趣味。 让大家有机会看到台语无同款的模样，嘛愿意开始开嘴讲台语。愈在地，你外国人会愈爱。这是你家己的根，你家己的文化，你要有信心。你莫讲伊是过时的，你要家己愈做愈好，愈侪人知影。今仔日的 DJ 秀有够。 啊，社长，你当初是要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应该嘛开几啊个月时间来准备嘛？啊，你感觉你准备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其实困难大部分两个点啦，就是一个就是讲无资源啦，甲一般的比如讲 NGO 共款，其实就是无钱无人，嘿，啊人就做歹找，啊因为你若无固定的费用，其实较无法度找到固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嘿，啊再来就是讲第二点就是讲。 一般的人较唔知影讲我到底想要做啥，因为过去的台语、台文相关的运动，就较属于比如讲课仔内底，啊，比如讲像办演讲比赛啊，讲读册会这款的。啊，我到底要办什么物件？其实是尾啊，无主计划，就是较具体、较公开了，大家较有一种较知影讲我想要做啥，尾啊才到达较好。哦，所以这种代志，大家开始实在是歹甲别人解说。 啊！你当初是办这个活动，是希望吸引无共可爱的人来参加，对吧？
啊，你结果来看，你感觉有真有较侪人回考来？我是感觉上要紧的是，你若看活动的相片，会知影足侪少年、青少年朋友来参加，这是过去所有的台语、台文活动是看袂到的啦。因为坦白讲，过去的活动就是较属于，比如讲演讲比赛啊、读册会啊、教你罗马字，像即款较无聊的物件啦。啊，你若办即种较活跳的活动，就会使气氛无共款的啦。我举一个小故事，就是。这是实际咧，就是我现场伫大高点办的活动吼，啊尾也有人想要来参加，毋过伊是平常日，啊尾也就是去找一间店，甲一间头家头家开讲，啊就是用台语来开讲，啊尾也头家会讲，安尼是感觉足好的，就是伊有无共款的人，伊有时间会使甲伊讲台语，甚至尾也因就是无共款的头家，就是大高点的头家、少年头家伊嘛，招做伙讲，我逐工拢来。练习讲台语看卖，我感觉这就是无共款的影响。那社长，你即届台文博览会是第一届，对。啊，未来的，未来嘛是希望佮继续办落去啦。包含讲，其实做者来参加的朋友，其实拢有甲我讲，明年一定爱佮继续办。我嘛真希望继续办，毋过像拄仔讲过，就是资源的部分其实较欠啦。啊，这形式坦白讲，毋是较固定、较长久的。啊，毋过其实我一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想法其实足简单，就是要互大家一个刺激，就是讲其实过去咱无看到讲台语啊台文的相关的活动是用这个形式落去办，啊，所以其实若有法度讲去影响其他的人吼，嘛来办相关类似的活动，其实我是感觉就是已经得到我想要做的效果出来。咱常常讲，语言是人甲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也是咱大家拢讲同一种的语言，安尼咱互相交流的效率绝对是愈悬。啊，毋过既然是安尼，想咱大家共款是使用无共款的语言的，透过语言，咱累积知识、传承文化、建立多元的文明世界。啊，加学一种语言呢，你就加一种看世界的眼光。啊，有当时啊，这语言呢，更加是咱身份认同介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唔知大家是安怎看待你家己的母语呢？台文博览会创造一个台语环境，让大家会当伫遮甲台语捡回来，互伊会使甲华语共款，唔那用伫个音乐创作，用伫个文学作品，甚至会使用伫个日常生活当中，互对台语有疼心的朋友，愿意开始开嘴讲台语。以企业的角度，它必须要盈利，但同时它必须要回馈在地，有社会责任。有上所迄装潢改老厝啊，老厝若是佮材料拆落来，啊单调歹无采用，我就摕来改啊，改做家具啊，改做细项的物件。